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高捷9日伫北区进行里活动中心举办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特别南下报答并干交。朱立伦伫致辞时表示，社农界真了解基层，也是国民党上有战略地位之一。就任主委了后，会继续为台南市以及国民党拍拼。主委也非常了解基层，伊即马是咱国民党上有战略的立法委员。伫立法院，咱的韩国瑜院长、咱的江启臣副院长、咱的党团，拢需要上好、上有战略的社农界。伊的表现，大家拢肯定。伊是属于国民党，属于全台湾，但是歹势，伊伫基层有一份责任，伊会继续来为台南市、为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来付出。现场嘛有媒体问到，这任主委敢是为了2026台南市长选举来有先准备？社农界表示，为了让人民过好日子，应时时拢做好准备。国民党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为了让人民过幸福的日子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做准备。另外，近日嘛传出朱荣泰将接任阁揆消息。对此，朱立伦表示，他对赖清德来讲，可能是最听话，最能够贯彻赖清德意志的一位好的幕僚长。但是未来面对的中华民国的阁揆，那他是不是能够像现在的陈建仁院长，或者是过去的苏贞昌院长、赖清德本身担任行政院长一样，能够担任一位阁揆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但是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